好来，乡亲啊，未来一礼拜拢真好天哦。北部今仔日侪云到好天，日时的高温是26度，西半部局部的地区高温来到30度，有一点点热天的感觉。但是要注意哦，这个日夜温差真大。若拜五开始水汽是来增加，北部东半部会落一寡零散雨。云高风台已经过去，今仔日北部是侪云到好天，日时高温有26度，西半部局部地区高温有30度。早上的话会比较偏凉，那中午的话比较偏热，所以这样日夜温差之下，身体还是要注意一下，有可能会着凉哦。这礼拜各地是侪云到好天，不过拜五开始水汽会增加，北部东半部会有零散雨。18号晚上开始，在金门、马祖就比较容易会出现低云或雾的现象哦，所以交通往返上面也要留意一下航班的资讯。虽然天气真好，不过东半部基隆北海岸、恒春半岛会有长影发生的机会，提醒去海边耍水的民众要注意安全。